489。少，加真仪将军，太和末，公孙渊以辽东叛，帝欲征之而难其人，中领军扬，既举欲应选，乃使欲以本官都青州诸军，驾节，王讨之，会吴，贼前时与渊相结，必以贼众多，又以渡海，赵欲使罢军，欲渡，贼船垂海，遂晚风急，必未漂浪，东随吴岸，方复成山，成山无藏船之处，折遍巡海，岸行地形，及诸山岛，皎洁险要，列兵屯守，自入成山，登汉武之关，贼还，果遇恶风，船皆触山，沉没，波荡浊岸，无所逃窜，尽虏其众。初，诸将皆效于空地，待贼，及贼破，尽欲与谋，求人海沟取浪船，欲拒穷虏死战，皆不听。初，欲以太守都青州，青州刺史程喜内怀不服，军事之计多相为错，喜之地保爱明珠，乃密上欲虽有战功，而禁令宽弛，所得器仗诸金甚多，放散皆不纳官，由是功不见列。后孙权号10万众攻新城，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，欲曰：贼悉众大举，非图投射小利，欲执新城以制大军耳。宜听使攻城，挫其锐气，不当与争锋也。城不可拔，众必罢待，罢待然后击之，可大克也。若贼见计，必不攻城，是将自走。若便进兵，是人其计，诱大军相向，当使难之，不当使自化也。欲折上状，天子从之，会贼遁走，后无复来寇。欲往拒之，贼即退。诸军夜惊云贼复来，欲卧不起，令众敢动者斩。有清，竟无贼，仅出没，增邑300，并前500户。正使出，遣使持节护兄，中郎将军，加镇威将军，领并州刺史。外胡闻其威名，相虑来，献州界宁肃，百姓怀之，争魏，屡起训剿。太傅司马宣，王以为欲克状，书欲未听，欲书答曰：年过70而已居位，辟由中明漏进而夜行不休，是罪人也。遂故称疾笃。拜太中大夫，时清禄，年82薨。子彭祖嗣，欲清简约肃，赏4阶 TG 490，散之将士，美胡狄司仪，悉不藏官，不入家，家常贫匮，虽书类，贤高玉节，家平6年，下诏褒扬，赐其家钱谷，语在徐邈传，迁昭字子京，安平关津人也，年10余岁，一同献乐尹受学，后引卫车骑将军和苗长史，昭随卒业，执京都乱，苗尹见害，昭据于尹门生史录等处道锋刃，共并练尹师。送丧海归，告狱，寇超、陆等皆悉散走，贼欲着官取丁，昭垂泪请赦，贼异之，乃释而去。由此显明，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，兼领乌丸屠骑，绍舍人犯令，昭先斩乃白，绍其一而不见罪也。绍卒，又是绍子上，建安9年，太祖为业，上遣昭至上党，都治军粮，未还，上破走，告中山，时上外兄高干为并州刺史，昭以并州左有衡山之险，又有大河之固，带甲5万，北阻强胡，劝干迎上，并立官变，干既不能，而因欲害昭，昭闻之，兼行而去，告革不得追赏，遂东议太祖，太祖领冀州，替魏从事，
太祖将讨袁谭，而柳城、乌丸欲出其助谭。太祖以招长领乌丸，遣诣柳城，告直翘王言以5000骑当遣诣谭。又辽东太守公孙康自称平州牧，遣使韩中击单于应受往驾翘王。翘王大会群常，忠义在座。翘王问：昭袭元公言受天子之命，驾我为单于。今曹公复言当更白，天子驾我真单于，辽东复持应受来，如此，谁当为政？昭答曰：袭元公承制，的有所拜驾，中间为错，天子命曹公代之，言当白天子，更假真单于，是也。辽东下郡，何得善称拜驾也？中曰：我辽东在沧海之东，勇兵100万，又有扶余，谁岁末之用？当今之事，强者未用。曹操独问的魏氏也。昭呵。中曰：曹公允公明哲，既代天子，伐叛柔服，明镜四海。汝君臣玩消，今世贤远，被为王命，欲善拜驾，舞弄神器，方当屠戮，何敢慢意就毁大人？便卒中头顿住，拔刀欲斩之。PG 491。翘王惊怖，图显报昭，以就寝中，左右失色。昭乃还坐，谓翘王等说成败之效，祸福所归，皆下袭贵服，尽受敕教，便辞辽东之使，罢所言齐。太祖灭谭于南皮，属昭君谋怨，从讨乌丸，至柳城，拜护乌丸校尉。海夜，辽东宋衰上首，现在马氏，昭睹之悲感，赦即投下。太祖议之，举位茂才，从平汉中。太祖还留昭魏中，护军是罢。海夜，拜平鲁校尉，将兵都卿、徐州郡军事。即东来贼，斩其渠律，东土宁静。文帝见作，拜昭使持节护鲜卑。校尉屯昌平。是时，边民流散山泽，右王叛在鲜卑中者，楚有干数，昭广不恩信。昭又降附，建议中郎将公孙吉等，虑将不取，咸各归命，使海本郡。又怀来鲜卑粟吏、弥迦等10余万，洛皆令款塞。罢军欲征吴，赵昭还至，执军罢，拜右中郎将，出魏燕门太守。郡在边税，虽有厚望之辈，而寇超不断。昭计较民战，臣又表付乌丸500余家租条，使备鞍马。元遣征后，卢美范、塞勒兵密集，来折摧破。于是吏民胆气日锐，荒野无余，又构奸离散，使虏更相猜疑。鲜卑大人部杜根、谢归尼等与科比，能未系，将部落3万余家邑郡复塞，就令还击比能，杀比能地居侯，即判乌丸归义侯王同、王继等。大结怨仇，是以昭自出，欲将归尼等讨比能于云中故郡，大破之。昭通河西鲜卑复头等10余万家，擅至行北固上管城，至屯数以镇内外，以虏大小，莫不归心。诸叛王虽亲戚不敢藏匿，咸悉收送，于是也居燕壁。寇贼尽袭，昭乃拣选有才士者，诣太学授业，还乡受教数年，中库蓄大兴，郡所至广武。井水咸苦，民皆单年远及流水，往返7里。昭准望地势，因山林之直，凿园开渠，筑水城内。民赖其意，明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。太和2年，
护乌丸校尉田豫出塞，为科比能所为于故马邑。PG 492，成宜昭求救，召集整勒兵马，欲复救豫，并州以长线进昭，昭以为节将见为，不可居于利益，自表折行。又并持不与袭，称臣行事，云当西北沿取鲁家，然后东行，会诸鲁身，袭道，豫军踊跃，又遣一通于鲁西要，鲁即恐怖，种类离散，军告固平城，便皆溃走，彼能复大合其来，告固平州塞北，昭前行扑讨，大斩首级。昭以属鲁诸葛亮数出，而彼能狡猾，能相交通，表为防备，一者以为陷远，未知信也。惠亮实在岐山，国遣使连结彼能，彼能至固北地10城，与相首尾，帝乃召昭，使从便宜讨之，使彼能以还莫难。昭与刺史华诡议曰：胡虏迁徙无常，若劳师远追，则迟速不相及；若欲前袭，则山西间险，资粮转运难以密办。可使守新兴、雁门2衙门，出屯行北，外以镇抚，内令兵田，除蓄资粮。秋冬马肥，州郡兵和，诚信征讨，既必全克，未及施行，会并卒。昭在郡12年，威风远震，其治边之称，赐于田豫，百姓追思之，而于杨复荣。在雁门有名基，继昭后，在辽东又有事公云：昭子嘉嗣，次子弘，一猛亦有昭封，以陇西太守随邓爱伐，属有功，咸西中卫镇威护军，家与晋司徒李应同母。早卒。郭怀字伯基，太原阳曲人也。建安中举孝廉，除平原府城。文帝魏武关江，赵怀蜀卫门下贼曹，转为丞相兵曹议令使。从征汉中，太祖还刘征西将军夏侯渊拒刘备，以怀为渊司马。渊与备战，怀时有疾不出，渊遇害，军中扰扰，怀收散卒，推荡寇。将军张合为君主，诸营乃定。其明日，备欲渡汉水来攻，诸将亦众寡不敌，备便乘胜，欲依水为臣以拒之。怀曰：此事弱，而不足挫敌，非算也，不如远水为臣，引而制之，半计而后急，备可破也。既臣，备疑不渡，怀虽坚守，事无还心，以状文。太祖善之，驾和节，复以怀为司马。文帝即王位，赐爵关内侯，转为镇西长史，又行征羌护军，护左将军张合、冠军将军杨秋。PG 493，讨山贼郑干、泸水畔湖，皆破平之。冠中始定，明德安业，黄初元年，奉使贺文帝建作，而道路的急，故计远近未击。刘及群臣欢会，帝正色责之，曰：喜与全诸侯于涂山，防封后至，便行大路，今普天同庆而轻罪刘池，何也？怀对曰：臣闻武帝先教，保民以德，夏后正衰，使用刑辟。今臣遭行于之事，是以自知免于防风之诛也。帝悦之，擢领雍州刺是，封射阳亭侯。5年未征，安定羌大师辟提反，好破将之。美羌胡来将，怀则先使人推问其亲礼，男女多少，年岁长幼，即见一二知其款曲，讯问何至，咸称神明。太和2年，蜀相诸葛亮出祁山，遣将军马谡至街亭。高翔屯猎柳城，
张合急速，怀攻降营，皆破之。又破陇西明羌唐提，于包罕，加建威将军。5年，蜀出鲁城。是时，陇右五谷，邑豫关中大运。怀以威威恩抚寻羌胡，加使出谷，平其书条。军实用足，转阳武将军。青龙2年，诸葛亮出斜谷，并填于蓝坑。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，怀策量必征北原。宜先拒之，避者多畏，不然。怀曰：若亮跨渭登原，联兵北山，隔绝陇道，遥荡民，夷，此非国之利也。宣王善之，怀遂屯北原。战垒莫成，蜀兵大至，怀逆大至，怀逆即即走之。后数日，亮胜兵西行，诸将皆未欲攻西围。怀都以为此践行于西，欲使官兵重应之。必攻阳遂耳。其业果攻阳遂，有备不得上。正始元年，蜀将将围出陇西，怀遂进军，追至强中，围退，遂讨羌弥当等，按抚柔堤3000余落，拔袭以食关中。迁左将军、凉州修图胡梁元弼等，率种落2干于家赴雍州。怀奏使居安定，知高平，为民保障。其后因至西川都尉，转拜前将军，领州儒。故5年，夏侯玄伐蜀，怀都诸军为前锋，怀度势不利，折拔，军出，故不大败。还驾怀节。8年，陇西、南安、京城、西平，诸羌鄂河、烧戈、伐同、俄遮塞等相结叛乱，攻围城邑。南招。PG 494，蜀兵，凉州民胡志吴大夫叛应之，讨蜀护军夏侯霸都诸军屯卫。是怀军使到敌道，一者迁魏宜先讨定包罕，内平鄂羌，外者贼谋。怀策为必来攻霸，遂入冯中，转南营霸，为果攻魏赤，会怀军事至，为遁退，进讨叛羌，斩鄂河、烧戈，降服者万余。洛9年，遮塞等屯河关、白土故城，据河拒军。怀渐行上流，密于下渡兵据白土城，即大破之，至吴代为武威。家属留在西海，怀进军趋西海，欲言取其累众，会吴代者还，余战于龙，夷之北，或走之，令居鄂鲁在石头山之西。当大道止，断绝王。是怀还过讨，大破之，将计出石营，从强川，乃西营至吴代。刘英平太守廖化于城崇山逐城，便破羌保直。怀欲分兵去之，诸将以为众西皆强胡，化以拒险，分军2池，兵势转弱，进步至为退不拔化，非计也，不如合而拒西，及胡蜀未接，绝其内外，此伐交之兵也。怀曰：今王取化，出贼不意，为必狼，故彼为自治，足以定化，且使为疲于奔命，兵不远西，而胡交自离，此一举而2全之策也。乃别别遣夏侯霸等追围于榻中，怀自串诸军就攻化等，为果持还救化，皆如怀计，晋封都乡侯。嘉平元年，迁征西将军、都督雍凉诸军事。是岁，与雍州刺史陈泰协策，将属衙门将巨安等于赤上。2年诏曰：袭汉川之役，己至倾覆，怀临为济南，攻书王府，在关右30余年，外征寇虏，内虽民夷。彼岁以来，摧破廖化，秦虏寻安，攻击显著，朕甚加之。
今以怀尉车骑将军仪同三司。时节，都督如故，晋封阳曲侯，一凡2780户，分300户，封义子亭侯。正元2年薨，追赠大将军，谥曰真侯，子统嗣，统官至荆州刺史。弘子正嗣，咸熙中，开建武等，以怀着勋。前朝改封汾阳子，评曰满宠励志刚毅，勇而有谋。田豫居身清白，规略明练，千招秉义壮烈，危机显著。郭淮方策精详，垂问秦雍 TG 495，而欲位职小州，昭忠于郡守，莫尽其用也。TG 496。三国志卷27魏书27。徐胡二王传，徐苗于景山，燕国苏人也。太祖平和硕，赵魏丞相军谋院，是首奉高令，仍魏东曹议令史，魏国初建，魏尚书郎，时科进9，而邈思隐至于陈罪。孝士赵达问以曹氏，邈曰中圣人，拔白之太祖。太祖甚怒，度辽将军先于府进曰平日罪客。魏九卿者为圣人，浊者为贤人。邈性修甚，偶罪言耳，静坐，得免刑。后临陇西太守，转为南安。文帝见作，立侨乡、平阳、安平太守，颍川典农中郎将，所在著称。赐爵关内侯，车驾幸。许昌问邈曰：“颇腹中圣人不？”邈对曰：“习子反避于谷，阳欲赎伐于饮酒。臣视同二子，不能自成，实腹中之。然素留以丑见传，而臣以罪见事。”帝大笑，故左右曰：“民不虚。”立迁辅军大将军军师。明帝以凉州绝远，南接蜀寇，以邈为凉州刺史，使持节领、护羌校尉，至执诸葛亮出祁山，陇右3郡反。邈者遣参军籍、京城太守等及南安贼，获之。河右少雨，常苦伐谷。邈上修武，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，又广开水田，募平民佃之，家家丰足，仓库盈溢，乃知度州借军用之余，以示金帛犬马，通攻中国之费，以见收敛民间私账，葬之府库，然后虑以仁义，力学民训，尽厚葬。断淫4. 尽善除恶，风化大行，百姓归心焉。西域流通，荒荣入贡，皆邈勋也。好叛羌科武有功，封都亭侯，邑300户，加建威将军。邈与羌胡从事，不问小过，若犯大罪，先告部帅，使之。应死者乃斩以训，是以幸福为威，赏赐皆散。TG 497。与将士无入家者，妻子衣食不充，添了文而加之，随时供给。其家韩协省往，州界肃清。正始元年，还为大司农，迁为司隶校尉，百僚进旦之。公是去官，后为光禄大夫，数岁即拜司空。邈叹曰：“三公论道，知官无其人则缺，其可以老病舔之哉？”遂故辞不受。嘉平元年，年78，以大夫薨于家，用公礼葬，谥曰穆侯。子午4、6年，朝廷追思秦节之事，诏曰：“夫显贤表德，圣王所重，举善而教，重你所美，故司空许邈、征东将军胡直卫尉。田豫皆扶植前朝。历仕4世，出统戎马，入赞数政，中卿在公，忧国忘私，不营产业，深梅之后，家无余财，
朕甚加之。其次，苗等家谷2000斛，钱30万，布告天下。苗同郡函关漫游，有见士气干，与苗齐名，而在孙里卢玉仙，为豫州刺史。甚有至公、卒官、卢钦著书，称苗曰徐公至高行节，才博气猛，其师之也。高而不倦，节而不戒，博而守约，猛而能宽。圣人以轻为难，而徐公之所以也。又问卿：徐公当武帝之时，人以为通，自在凉州及海京师，人以为戒，何也？卿答曰：王者毛孝先、崔季归等用事，为倾诉之事，于时皆变异，车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为通。彼来天下奢靡，转相仿效，而徐公雅上自若，不与俗同，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戒也。是世人之无常，而徐公之有常也。胡直字文德，楚国寿春人也。少与姜济为积聚之名于姜。淮间是州郡，蒋济为别驾，始见太祖。太祖问曰：胡通达，长者也，名有子孙不？季曰：有子曰直，规模大略不及于父。至于金梁纵事过之。太祖急，诏职魏顿丘令，县民郭正通于从妹，杀其夫成他。郡吏马亮系，欲魏正，正与妹皆耐略迎抵，亮不生痛，自诬，当反其罪。直至公，察其情色，更详其事，检验具服 TG 498，入魏丞相东曹议令史，周请魏至中。将军张辽与其护军伍，周有隙，辽见刺史温辉求请职，职此以急。辽出谓直曰：仆委役于君，何以相孤如此？直曰：古人之交也，许多之奇，不贪；奔北之奇不却，闻流言而不信，故可忠也。五国难生魏，雅士王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，今以睚眦之恨，乃成嫌隙。况直才薄，岂能终好？是以不愿也。辽敢言，复与周平。太祖辟魏丞相属。黄初中，喜吏部郎，为常山太守，迁任东莞。是卢显魏人所杀。直曰：此事无仇而有少妻，所以死。忽昔见其比君年少，书吏里若见问而色动，遂穷结情状，若即自首。罪人私的，每军功赏赐，皆散之于众。无入家者，在郡几年，交民便安，将士用命，迁荆州刺史，加镇威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吴大将朱然为樊城，执清军复之，一者皆以为贼，胜不可破。直曰：樊城卑下，兵少，故当进军为之外援。不然，为矣。遂勒兵临围，城中乃安。迁征东将军，驾节都督，清徐诸军事，广农击鼓，有兼年之除。至东征台，且殿且守，又通衢诸郡，利州一，沿设备以待敌。海边无事，幸审时内察，不以其节俭物。所在见司，嘉平2年薨，家无余财，唯有赐医书且而已。军师以闻，追进封阳陵亭侯，邑百户，谥曰真侯。子威嗣6年，诏书包数直轻刑，赐其家钱。古与在徐邈传。威咸西中官至刺史，有书记，历3郡。少所在有名，卒于安定。王昶字文书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少与同郡王邻居之名。0年，昶兄弑之。文帝在东宫，
场为太子文学，谦中庶子，文帝，见作，喜散骑侍郎，为洛阳典农，时都积树木成林，场着开荒，来，勤劝百姓，垦田特多，迁兖州刺史，明帝即位，加阳烈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场虽在外任，心存朝廷，以为未成秦汉之弊，法治苛岁，不大设离上下改国典，以准先王之风而望。PG 499，治化复兴，不可得也。乃哲之论，略依古志而合于实务者20余篇，又者兵书10余篇，言其政之用，青龙中奏之，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谦实，以见其意。故兄子墨字楚敬，沈字楚道，其子浑字玄冲，申字道冲，遂书戒之，曰：夫人，为子之道，莫大于保身全行，以显父母。此三者人之其善，而或为身破家，陷于灭亡之祸者，何也？有所阻其非其道也。夫孝敬仁义，百行之首，行之而立身之本也。孝敬则宗族安之，仁义则乡党重之。此行成于内，名著于外者矣。人若不笃于治行，而背本遂没，以见浮华焉，以成朋党焉。浮华则有虚伪之累，朋党则有彼此之患。此二者之戒，昭然者明，而循覆车辎重，逐末弥甚，皆有感当时之欲，昧目前之利故也。夫富贵生民，人情所乐，而君子获得不而处，何也？恶不由其道耳。患人之进而不知退，知欲而不知足，故有困入之累，悔令之咎。语曰：如不知足，则失所欲，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览往事之成败，察将来之吉凶，未有干民要力，遇而不厌，而能保世持家，勇全福禄者也。欲使汝曹立身行己，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放以玄墨充虚为名。欲使汝曹顾名思义，不敢为乐也。古者盘敢有名，己仗有戒，俯仰察焉，用无过行，况在己名，可不戒之哉？夫物速成则吉亡，晚就则善终。朝华之草，谢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龙寒不衰。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，戒缺党也。若犯，盖对秦客而无子及之，折其尾肌，恶其衍人也。夫人有善先不自伐，有能者寡不自矜。伐则衍人，矜则凌人。衍人者人亦衍之，凌人者人亦凌之。故三系未露于境，王叔负罪于周，不为。今善自伐，好争之救乎？故君子不自称，非以让人，恶其盖人也。夫能屈以为身，让以为德，若以为强，先不遂矣。夫毁誉爱恶之源而祸福之基也。是以圣人慎之。孔子曰：无之于人，谁毁谁誉？如有所欲，必有所恃。PG 500。又曰：于共方人，自也贤乎哉？我则不暇。以圣人之德，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？袭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，言文人之恶，当如文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而闻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斯戒以至矣。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于身。若己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；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于身。又何反报焉？且闻人毁己而愤者，恶丑生之加入也。人暴者滋甚，不如默而自修己也。
晏曰：就韩莫如众求，只报莫如自修。其言信矣。若与是非之事，凶险之人，竟犹不可，况与对笑乎？其害深矣。夫虚伪之人，言不跟道，行不顾言，其谓浮浅，较可识别，而世人或焉，犹不检之以言行也。晋既因魏凤山、杨曹伟皆以倾斜败眉，淫惑当世，挟持奸特，驱动后生，虽行渔夫乐，大为窘戒，然所污染，故以众矣。可不甚语。若夫山林之士，宜熟之伦，肝肠积于手阳，而复火于眠。山眠可以积贪利俗，然圣人不可畏，无亦不愿也。今汝先人，是有冠冕，为人亦未明，守圣未称，孝悌于闺门，务学于师友，无与时人从事，虽出处不同，然各有所取。颍川郭伯义，好上通达，敏而有之，其为人宏旷不足，清贵有余，得其人众之如山，不得其人呼之如草。吾以所知亲之逆之，不愿而自谓之。北海徐伟长，不至名高，不求苟得，淡然自守，为道是物。其有所是非，则托古人以见其意，当时无所褒贬。吾敬之重之，愿儿子师之。东平刘公干，国学有高才，成节有大义，然性行不均，少所居忌，得失足以相补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儿子慕之。乐安任招先，纯粹履道，内敏外恕，推训公让，处不避污，却而义勇，在朝望深。吾有之善之，愿儿子尊之。若隐而深之，触类而长之，汝其庶几举异于耳。及其用才先九族，其施舍物周集，其出入存固老，其论议贵无贬，其进士上忠节，其取人 PG 501务实道，其处世界交淫，其贫贱甚无威，其进退念何宜，其行世家九思，如此而已，无复何忧哉？青龙4年，赵玉的有才智文章，谋虑渊深，料远若近，视媚而察，愁不虚运，侧服突发，断业小心，清修秘境，干不解。至上在公者，无限年齿，勿居贵贱，卿校以上各举一人。太尉司马宣王以场应选，正史中转在徐州，封武关亭侯，迁征南将军，驾节都督京豫诸军事，常以为国有常重，战无常胜，地有常险，守无常势。今屯宛，去襄阳300余里，诸军散屯，船在宣池，有疾不足相负，乃表喜志心也。袭水军于2州，广农垦殖，仓谷营积，家贫出。太傅司马宣王祭诸曹爽，乃秦伯问大臣得失，场臣智略武士其一，欲遂道笃学，一绝浮华，使国子入太学而修详序。其二，欲用考试，考试有准绳也，未有舍准绳而议政，曲直废处置而空论能否也。其三，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，有至积则就增位次爵。其四，欲约官实录，立以廉耻，不实于百姓争利。其五，欲绝齿迷，务重节俭，令衣服有章，上下有序，除古序帛，反民于仆，诏书褒赞，因使传百官考课事。常以为唐虞虽有处置之文，而考课之法不垂。周至种宰之职，大祭群，立之制而诛赏，又无效比之制。由此言之，
圣主明于任贤，略举处置之体，以伪达官之长，而总其统计，故能否可得而知也。其大旨如此。2年，常奏孙权流放良臣，世数纷争，可乘信而至吴、蜀、白帝、夷陵之间。前乌、子规、房陵皆在江北，民以与新城郡皆可袭取也。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袭乌、子规、房陵。荆州刺史王基邑夷陵，场邑江陵，两岸引竹环渭桥，渡水击之，贼奔南岸，凿7道并来攻。于是常使机奴同时俱发，贼大将失，基夜遁人江陵城，获斩数百级。常欲引至平地与合战，乃先遣 TG 502五军按大道发还，使贼望见以喜之，以所获铠马甲首，时还城，以怒之，设伏兵以待之。击果追军，于战，克之，击遁走，斩。其将钟离茂、许明，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，振履而还。王基、周泰皆有功，于是迁场征南大将军，仪同3司，晋封金陵侯。吴秋俭、文钦作乱，引兵拒简，亲有功，封二子亭侯，关内修，进位骠骑将军。诸葛诞反，场拒嘉实以逼江陵，时失机，全西，使不得东。但记朱兆曰：袭孙膑左赵，直凑大梁，西兵奏进，亦所以城东征之事也。增1000户，并前4700户，迁司空，时节都督汝故。甘露4年薨，谥曰穆侯，子浑嗣，咸西中尉，越骑校尉。王基字伯兴，东来曲城人也。少孤，与叔父翁居，翁抚养，甚笃。基亦发孝称，年17，郡赵未立，非其好也。遂去，入郎协界游学，黄初中，察孝廉，除郎中。是时清土初定，刺史王陵特表请基为别驾，后召为秘书郎。陵复请还，亲之。司徒王朗辟基，陵不遣。朗书河州曰：凡家臣之良，则生于公府；功臣之良，则入于王职。是故古者侯伯有共事之礼，荆州取粟，谓之臣，留密革之力，所悉闻也。陵犹不遣，陵流称清土，盖亦由姬协和之府也。霸将军司马宣王辟基，位至，擢魏中书、侍郎。明帝盛修宫室，百姓劳瘁。姬上书曰：臣闻古人以水喻民，曰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，故在民上者，不可以不戒惧。夫民义则虑义，苦则思难。是以先王居之以约简，必不至于生患。其言渊云东野子之欲，马力进以而求进不已，是以知其将败。今是亦劳苦，男女女离旷，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，留意周水之欲。习奔四于魏晋，竭力益于魏困。习汉有天下，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之曰：至火鸡心之下而请其上，因魏之安也。今寇贼莫舔，猛将将勇兵，减之则无应敌，久之则难以夷后。当圣明之事，无物以除患。若子孙不敬，社稷 TG 503之忧也。使贾谊复起，必深切于囊实矣。散其常侍王肃者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，改易正玄旧说，而积具持玄义，常与抗衡。迁安平太守，公事去官。霸将军曹爽，请为从事中郎。初为安封太守，郡皆无寇。魏正卿言有威惠，
民设防备，敌不敢犯。加讨寇将军吴常大发重击建业。杨生欲入攻扬州，刺史诸葛诞使机策之。机曰：袭孙权在至合肥，移至江夏，其后群从出庐江，诸然寇襄阳，皆无功而还。金禄、逊等已死，而权年老，内无贤嗣，中无谋主。权自出则据内信，卒起，拥居发溃。遣江则救江已尽，新疆未信，此不过欲补定之党，还自保护耳。后权进不能出，时曹爽专秉，风化凌迟，积着时要论以切世事，以及征还。起家为河南尹，未拜，爽伏诛。姬常为爽官属，隋立霸，其年为尚书，初为荆州刺史，加阳烈将军。隋征南王场疾，吴姬别袭部协于夷陵，协闭门自守，姬事以躬行，而时分兵，取雄复底阁，收米30余万斛。鲁安北将军谭政骂降数千口，于是移其将名，至夷陵县，赐爵关内侯。姬又表丞上场，喜江，下至之，以逼下口。由是贼不敢侵越江。民制度，整军农监，修学校。南方称之。时朝廷一欲伐吴，召姬亮进去之疑。姬对曰：夫兵动而无功，则威名折于外，才用穷于内，故必全而后用也。若不资通川据粮水战之备，则虽积兵江内，无必度之。是以今江陵有举、张二水，拜灌高于之田以千数，安陵左右，皮池沃偃。若水陆并农，以食军资，然后引兵一江陵、夷陵，攻据下口，顺举张，滋水伏谷而下。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，则据天诛者一举而向王化者一顾。然若虑和蛮夷以攻其内，今卒进兵以讨其外，则下口以上必拔，而江外之郡不守。如此，吴蜀之交绝，交绝而无情矣。不然，兵出之力，未可避矣。于是遂止。T.G. 504，司马景王兴统政，姬书戒之，曰：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狭，诚不可不兢兢业业，坐而待旦也。夫治政则众邪不生，心静则众事不躁，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，轻用忠良则远近邪服。故知和远在身，定重在心。徐允、传古、袁侃、崔赞皆一时政事，有直直而无留心，可与同政事者也。景王纳其言，高贵相公，即尊位，晋封长乐亭侯。吴秋俭、文钦作乱，以击魏行监军，嫁节，同许昌君。是与景王会于许昌。景王曰：君仇俭等何？如。姬曰：淮南之逆，非利民思乱也。俭等狂乐破据，魏目下之路，是以上群聚耳。若大兵临逼，必土崩瓦解。简亲之首，不忠朝而悬于军门矣。景王曰：善。乃令姬居军。前以者咸以简亲利汉，南与争封，召姬停住。姬以为简等举军足以深入，而久不进者，是其诈未已露，众心已举也。今不彰示威行以复名望，而停军高垒，有似未没，非用兵之事也。若或掳掠民人，右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，更怀离心。简等所破勒者，自顾罪重，不敢复还，此谓错兵无用之地，而成好鬼之源。吾寇因之，则淮南非国家之有，侨配汝豫，为不安，此计之大失也。君宜速进据南遁，
南顿有大底革，系足军人40日粮。保坚城，因击鼓，先人有夺人之心，此平贼之要也。击屡请，乃听进聚水饮水。既至复言，曰：兵文浊，肃未睹公持之久。方今外有强寇，内有叛臣，若不时决，则士之深浅未可测也。一者多欲将军持重，将军持重是也。平君不进非也，持重非不行之谓也。进而不可犯耳。今据坚城，保壁垒，以击食资鲁，现运军粮，甚非计也。景王欲须诸军急，告犹尚未许。姬曰：将在军，军令有所不受，彼得则立。我的毅力是未征城，南顿是也。遂折进郡南顿，简等从相，一征欲往，发10余里。闻姬先到，复海保相，使兖州刺史邓艾、屯乐家、简使文卿将兵喜爱。姬知其事分，进兵逼相，简众遂 PG 505败。卿等以平，迁镇南将军、都督豫州诸军事，领豫州刺史，晋封安乐乡侯，上书求分户200，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，以报叔父抚育之德。有诏特听，诸葛诞反，姬以本官行镇东将军、都督扬豫诸军事。10大军在相，以贼兵精，召姬练军坚垒。姬垒起求进讨，会无遣。朱义来救诞，军于安城。姬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。姬谓诸将曰：今为累转故，兵马相急，但当今修守备以待越役，而更疑兵守险，使得放纵，虽有志者不能善后矣。遂守便宜。上书曰：今与贼家对敌，当不动如山，若迁移一险，人心心摇荡，于是大损。诸军并据深沟高垒，众心皆定，不可轻动。此御兵之要也。书奏，报听。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，分部为首，各有所统。基督城东城南26军。文王斥军力入镇南部界，一不得有所遣。城中时尽，昼夜攻垒，击折聚集，获之。寿春，季拔。文王与姬书曰：出役者云云，求夷者甚众。时未邻旅，亦未宜然。将军深算利害，独秉固志，上为诏命，下具众议，中至制敌擒贼。虽古人所述，不是过也。文王欲遣诸将亲兵，深入，招迎唐咨等子弟，因信有荡妇无之事。姬见曰：袭诸葛克成东关之胜，结将表之兵以为新城，城既不拔，而众死者，害半，将为阴桃上之力。轻兵深入，粮宝不济，军复上都。夫大捷之后，上下轻敌，轻敌则虑南不深。今贼兴败于外，右内患未米，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。且兵出余年，人有规制，今服国10万，罪人私的，自历代征伐，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胜者也。武皇帝克袁绍与官渡，自以为所获已多，不复追奔，惧错危也。文王乃止，以淮南出定，转击魏征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晋封东武侯。姬尚书故让，归公参佐，由是长史司马等7人皆侯。是岁，姬母卒，诏密其兄问。迎姬父报丧，合葬洛阳。追赠 PG 506，报北海太守，甘露4年，转魏征南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常道襄公及尊器，增邑干户，
并前5700户，前后封子2人庭。侯，关内侯。景元2年，襄阳太守表吴贼邓友等欲来归化，姬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，姬疑其诈，时议陈状，且曰：嘉平以来，累有内难，当今之务，在于镇安社稷，虽宁百姓，未移动众以求外力。文王报书曰：凡处事者，拨取相从顺，先能确然共进礼时，诚感忠爱，每见归事，折尽衣来止。后，有等进不降，是遂击薨，追赠司空，谥曰景侯。子辉嗣，早卒，咸熙中，开建武等，以积着勋前朝，改封姬孙义，而以东武于义赐义子，爵关内侯，进士见作，下诏曰：故司空王姬记着的立勋。又置身倾诉，不营产业，久在重任，家无司机，可谓身没行险，足用力俗者也。其以奴婢2人赐其家，评曰：徐淼清上弘通，胡直素叶真翠，王场开济士度，王姬学行兼白，皆掌统方任，垂称着姬，可谓国之良臣。时之宴，是以三国志下西晋陈寿者，宋裴松之著 TG 1目录。